说，我很感谢市政府帮了很大的一个忙。像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它当初就是能够保留的，没有安全顾虑的，他就把它保留下来。那如果说有安全顾虑，他们就加强。你在看里面的很多文物都是我们提供的，你进去你就会看到，我们提供很多文物在那边，其实还有。我们希望说，创造不止3赢的，是多赢的。你是台南市政府赢，然后那个二空居民也赢，那我们也赢，那所有的全国百姓都会来。继水沼社园区之后，这个二空新村园区是我们台南第2个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园区。二空其实是一个在这种眷村的文化，乃至于是饮食文化、军事文化上面都相当显著且特别的地方。首先呢，非常重要是我们复刻了当时的这一个二空眷村的生活的空间，我们希望让观者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生活的情境，当时的情怀，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情味。这一次展览所有的物品跟家具，大部分都来自于原本的二空眷村，所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电视柜啊、照片啊，都是当时的二空眷村所遗留下来的物品。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柬二空新村迎向未来。我记得在2年前的时候，我们来动土，那现在终于能够让许多有满满眷村回忆的朋友，还有许多市民朋友们，甚至外地来的游客，都能了解到台南二空的过去一段历史。过去长久以来，常常眷村改建就是把旧眷村推倒，然后这个新大楼盖起来。但是许多过去遗留在眷村的文化，就因为眷村的荒废而流散了。我们很希望，借着这个眷村改建，我们的眷村文化馆的成立，能够好好把眷村除了硬体的维护建筑的维护之外，它的软体以及它的文化，甚至包括它的美食，都能够留存下来，那能够让很多好朋友，不仅是眷村能够勾起满满的回忆，眷村的朋友，那外地的朋友也能够这个了解那一段大时代历史中的一段故事。感谢我们中央文化部，也谢谢我们议会能够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垫付款项，那能够让这个文化保存的工作能够共同尽一份心力。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9月24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迎接秋天的集团旅游，台南市对10月到12月将推出台湾好行一系列体验。伫9月25上午10点，有8大主题16张厝的游艇，嘛将正式开卖。市场委托提醒大家，只限量360个名额，要参加就要赶紧报名。台湾好行就是响应集团为游客专门设计公车旅游，其中伫台南的路线已经有4条，包括88虎城顺惠线、99安平台江线，以及今年度新增加的东山嘉义线、甲梅岭线。为了迎接秋天，对10月到12月，依照无共人客需求，将推出8段主题游艇，有16张厝。市场委托嘛提醒大家，9月25开始就要赶紧报名，体验台南无同的生活，因为只限量360个名额。能够把观光跟农特产品结合在一起，让你这个看的饱览风光之余，也是这个身上提袋满满。我想这个一定是让你收获满满的这个游程，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4线旅游。不过名额唯一的缺点，名额有限。台湾好行除了为游客设计专属的游艇，同时今年在活动当中，台南嘛邀请设计总统就职纪念邮票的设计师郑新辉推出4种纪念印仔，希望加添在台湾好行的趣味。分别把这4条路线的特色都画上来。那以88府城巡回线的它是以
古迹府城古迹为主，像你可以看到这个赤坎楼在上面。那99安平台江线，它是以黑面琵鹭的生态的意象为主。台湾学生嘛，因为家己美食加农业体验，副局长推荐旅游在公车较省，顺续慢营运，而且买套票加当抽奖送好礼。相关的资讯会当锁定台南旅游网。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对安定的小庄头所发展起来古堡黄木子生技公司，头家除了生意愈做愈大，嘛无袂记哩回馈社会、热心公益。除了疫情期间捐赠大批防疫物资，24号嘛特别捐赠一台消防勘载车予安定分队。该公益行动由市长吴伟霆代表接受并颁奖感谢状。古堡无患子生技公司的董事长王国营表示，因为八八水灾的时，庄仔内淹大水，民众要救护需要消防车拖载着橡皮艇，相当的无方便。因此，伫个事业有成，知影地方需要一台合法的拖载的车辆，特别捐赠消防的勘载车，由着市长吴伟霆代表接收，并且颁奖感谢状。八八水灾阵哦，我有看阮遮庄园哦，有那淹足悬嘛吼，啊，拄有一个破病哦，有那买病煞袂当去煞用吉普车来载安尼，啊，拄有机会，拄少个，拄迄个像迄个有那足人跳闸门溪嘛吼，对，迄阵拄足人跳闸门溪，啊，迄个因遮拢用迄个啥，用迄个消防车拖迄个橡皮艇嘛，啊，所以我感觉咧无方便吼。啊，我当关一个车上会当拖橡皮艇，啊，当做兼载人吼，见气候变迁啊，雨水足够安尼吼，啊，所以讲咱消防队有需要，啊，咱都要做会到，啊，咱怎啊关好咱消防队安尼。谢谢我们非常具有社会责任的台南明星企业吴焕子企业王董事长以及所有的同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帮助我们消防建设，能够让我们打火弟兄姐妹们能有更好的设备。吴焕子捐赠了一部勘载车，价格大概160多万哦。那这个价格是非常好，可以看到它车身很高。那所以如果有碰到需要涉水的，或是需要这个面对崎岖不平道路的地方，这部车都可以克服屡险如夷。上午的捐赠仪式包括立委陈廷辉、副议长林志等，以及多位的议员、民意代表拢出席。市长王伟霆除了感谢王董事长的善行义举，另外对着消防人员的努力，给着全国价值的所教指教，未来会用代表国家来出国救援，市长嘛表示肯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本时代主要盐场之一，就是今日台南市的南区盐埕一带。所以盐埕街区欢迎发展协会特别设计一张相关地图，不只当了解盐埕过去的自然风貌，也在地美食的小解。而且现在经做成 QR code 推出线顶的版本，希望串联店家进一步带动发展。讲到盐埕，毋是伫高雄，正确来讲，台南南区嘛有盐埕。盐埕街区欢迎发展协会规划一张地图，顶面有相关内底31间店家，将透过 QR code 会当互游客一摆看好照。地图把所有的店家标示出来的位置，那我们有做每一个店家的一个介绍、营业时间啊，或者是Google 的地图的查询，或者是它的营业内容。那我们也帮你设计的一些，就是说，你可以一日游要去哪些店家，或者是2日游去哪些店家。盐埕本身有历史文化，观光效益相当的高。协会整合老中青3代做数位行销，希望会当带动经济发展。其实，在日治时代，我们是总督府，等于是首都的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位置跟地理是比全台湾来讲是更重要的。那未来我们会期望更发掘一些老的店家，还有年轻的店家，这些把它做一个结合，让各位来到盐埕的话，会看到更多的一些老中青的这些店家，还有一些文化的。
相关未来会阁发掘更较侪店家来做结合，同时办理产业活动，互南区盐埕愈来愈热闹。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为了打响樱花上款的知名度，并协助周边店家拼经济，上款结合湾市集甲建平里做伙办特色市集。现场不只有美食、商品，也有街头艺人的表演，并提供流浪动物的领养、宠物爱心商品的义卖等等，是一个结合环保甲爱心的市集，相当热闹。永华环河新转上款，甲建平里伫去年合作举办第一届市集，同时邀集50外个单位参与，活动是相当的成功。今年特别扩大到70外个单位，除了贩售一般的商品甲二手品项，也包含各项义卖以及牛角刮痧推广。市员就来今日特别出席记者会，邀请一名朋友做伙来细细。其实这个市集在去年就里长自己一个人筹办。当时他一个摊商去找，他说就找了大概有50个摊商。可是今年是第2年，我们要更进步，所以今年就有70个左右的摊商来在我们的市集。那我们也结合了义卖，那所有的我们有新的产品，还有二手的一些产品来义卖，结合了这些摊商义卖所有的钱，我们也会捐给福利机构。伫去年才打成立永华环河新转上款，伫理事长蒋胜凯率领，今年甲市府环保局合作，规划伫公共区域展示环保美学作品，提倡环保生活甲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年我们的摊位已经增加到70多个，市集的内容也更加的多样化。值得一提的是，安平康佳福田庇护工厂和永华社区复健中心等机构将一同参与，当天也会义卖并有的烘焙产品，所得也将全数捐赠给安平康佳收容中心，让大家的爱心能够转化为实际的帮助。我们成立商圈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带动区域繁荣。今年我们也与环保局合作，推动在公共区域展示环保美学作品，倡导环保生活以及资源循环再利用，让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这次安家福田庇护工厂、甲樱华社区复健中心等专门照顾病友机构也做伙参与，东港也义卖烘焙商品，全部所得将全数捐予安平康佳收容中心作为照顾经费，让这场环保设计加添了温暖爱心。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伫教师节进前，台南市保持教育事业协会除了表扬20名优良教师，嘛宣布今年爱心助学育苗专案已经有102间补习班响应，提供弱势学生的课后指导，场面相当温馨。伫东区和兴国小管弦甲团练家声当中，台南市保教协会举办温馨的优良教师颁奖典礼，经过严格的评选，20名得奖的补习班老师走上星光大道，接受市长恩惠体表扬。为了我们孩子的教育，为了我们城市的进步，为了我们打造更美好的台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感谢补教协会各位先进。向所有的补教业者致意，伫教育方面嘛是重要的一环。今年伫各界协助之下，协会的育苗专案佫扩大，有102间补习班参与，提供1428个组合名额予弱势学生，总价值超过4000万。翻转他们的人生，让他们未来可以更不一样。那今年我们特别呢，也跟台南家福中心。来做一个媒合，从家福中心引导进来的学生呢，就将近了25位。我想这样的双重的支持，对我们的孩子
整个的学习来讲，那么绝对是可以有非常大的帮助。报告协会当年推动幼苗专案，让济因为家庭经济因素未当补习的学生会当免费补习，就算面临亏损风险，嘛要回馈社会，让所有的学生在课后会当得到更较好的学习。但是新闻所怀采访报道。今年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伫9月1号结束，过3礼拜以后，当中的吉祥物行仔鸟透过宣传底片，嘛伫日本东京的街头出现，展开台南400最后一波的宣传。熟悉的行仔鸟出现在大型看板当中，也毋过这毋是台湾，是伫咧日本东京。2024台湾文博会头摆来到台南，文化局设计这只行仔鸟，毋那吸引62万人潮来遛鸟，即马嘛要来互鸟仔来带日本人认捌台南。这只行仔鸟在400年前，其实都一样，在往来于这个海洋的商船上，其实从印尼的巴达维亚，它可能到安平，也可能到日本，所以其实行仔鸟它可以联系起400年前台南跟日本的一段历史。行仔鸟呼应台南400的历史意义，嘛代表大航海时代的台湾文化。文化局先前嘛制作一支包含台南各节景点的宣传影片，伫欧美各大城市播送，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国际游客到台南观光旅游，体验古都的生活文化。巴黎的欧洲的行销，或者是这次在东京新宿地区的一个大型广告 LED， 事实上都让更多民众可以了解台南。那今年是台南400，我们从年初的台湾灯会到8月份的文博会，到10月份的台湾设计展，事实上都有许多大型的活动，美不胜收。在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当中，台南市饼城市行销，加强国际社会对着台南的认捌，嘛传达台南早就伫400当前，就跟国际社会交流互动。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为了响应全国交通安全月，建立人本交通的停留文化，市府警察局结合交通局甲台南监理站举办小小警察交通安全体验营，透过实地参观甲角色的扮演，让囡仔自细汉都有交通安全的观念。为了让囡仔自细汉都有交通安全的意识，所以市警局特别邀请一小朋友，甲因装扮成小小警察，除了教互因任务，体验交通警察的工作，其中嘛透过伫酒醉目镜来感受走路会偏会危害交通安全，千万唔通酒后开车以外。其中有每天嘛亲自到场陪小小警察过马路。来宣导优先停留行人以人为本的交通文化。借着这样的宣导，能够让小朋友在从小时候就能够把交通安全的观念、安全走路、安全骑车、安全驾车的观念深植人心，让他们能够以后内化成为他们行为的一部分，不要等到长大了开始接罚单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说从小开始。当然，所有的小小警察，不是只有今仔日体验，嘛希望因回去厝，将伫营队所学的，甲厝内大人讲，协助宣导。我们就有小孩子从小就灌输他正确的观念。其实我们交通事故很多的噪音，在我们执法跟工程之外，很多是个人的因素所引起。所以说，个人因素我们从小建立起他的正确的观念，而且可以由小孩子来影响大人的驾驶行为、正确的观念，我们让道路上更加的安全。会后其中每天嘛以颁发结婚的徽章，代表因通过4大交通安全关卡，嘛成为交通安全的小尖兵。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台南一间5星级酒店，配得予消费者唔免行遍世界各地，地当品尝当地美食的想法。这摆因特别推出川菜料理，将传统较咸较辣的滋味用入台南创新的口味，有大虾、有猪脚，包括台南沙白鱼、马龙入菜，相当特别。随着秋季来临，正是品味美食的最佳季节。
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特别邀请姐妹饭店、台北上海醉月楼主厨赖忠顺南下客座，推出川味之旅。这次客座活动除了有传统川味的麻辣鲜香，另外结合创新的元素，例如这道脆香蒜辣德国猪脚，先将外皮烤至酥脆，然后加入麻辣酱汁炝炒，不但中西合并，而且还带有麻辣风味。我是以那个脆皮猪脚下去演变的，因为脆皮猪脚是只有脆皮而已，然后就是一般的调味这样而已。那我把它演变成炒干辣椒、炒辣的，然后许多我的客人他们对于这个很新奇，也很好奇，然后所以他们喝酒啦、下酒菜几乎都必点的东西。除了麻辣德国猪脚，另外还有玫瑰花国王大虾。以干燥的玫瑰花瓣融入澳洲大虾，将海产的鲜甜与玫瑰芳香完美结合。我们会稍微剥壳之后，我们会稍微沾粉下去油炸。那油炸完之后，我们会用我们特调的辣椒酱，然后加这个玫瑰花干燥的玫瑰花下去拌炒。那因为它会附着那个酱料会附着这个玫瑰花的香气，所以你吃起来花那个会有花的香气。裹在那个虾子上面。除了创意料理，另外传统四川口味麻婆豆腐、椒麻鸡与酸辣鱼当然少不了。主厨特地选用台南在地的虱目鱼做酸辣鱼汤，口味特别。酸汤是也是属于重庆那边流传过来台湾的，但是酸汤鱼其实台湾很普遍的，但是因为我这一次从台北下来台南，因为台南的在地食材就是虱目鱼居多，那虱目鱼肚、虱目鱼肉比较平常，但是你要用虱目鱼皮下去做这个料理，也是一种挑战性。但是有人用，但是你要做成酸汤，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口感还是不错的。醉月楼客座巨献川味之旅，业者从即日起推出，直到10月中，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享受这场初秋时节的川味美食。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感谢收看9月2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